申請破產專人立即辦成功率高，手續超簡單。破產申請並非難事。破產達人是香港專業的破產服務公司，擁有豐富經驗和專業團隊，提供快速完成手續、專人貼心跟進、申請成功率高且收費透明的服務。破產達人亦提供其他專業服務，包括個人破產及公司破產申請等。破產申請，快速有效的解決方案。破產申請是一種有效解決財務危機的方案。破產達人專人全程跟進，協助客戶快速完成手續，確保高效成功率。破產達人亦提供其他專業服務，包括個人破產及公司破產申請等。申請破產，專業指引，輕鬆解決債務問題。申請破產的程序可能令人望而卻步，但透過破產達人的專業指導與貼心協助，手續更簡單透明，一步到位完成破產程序。破產達人亦提供其他專業服務，包括個人破產及公司破產申請等。被申請破產，及早應對避免損失。被申請破產對個人及企業均具影響。破產達人提供專人諮詢與快速處理方案，減少可能的損失，並維護你的最佳利益。破產達人亦提供其他專業服務，包括個人破產及公司破產申請等。破產申請的實用步驟指南，聯絡破產達人，安排專業諮詢，提交完整財務資料與個人公司負債證明，專人快速評估並制定破產方案，提交正式申請至法院進行程序審批，完成法律程序，獲取破產確認。常見問題 FAQ： 破產申請會影響信用多久？一般情況下，破產會在信用記錄上保留約5至8年。申請破產後能否繼續工作？破產後仍可正常工作，但某些行業或職位可能有特殊限制。被申請破產與主動申請有何區別？主動申請能更有效控制程序，避免被動承擔額外法律成本或後果。